呢，就係現場直播嘅女團嘅10米台嘅比賽嚇。咁啊，見到呢就係呢個阮浩然啊，北京嘅選手，即將呢就展開第3輪嘅角逐。佢呢個動作係207C，難度係數3.3嘅，向後翻騰3周半抱膝。哎呀，冇跳好啊，冇掌握住呢個難度動作啊！呢個動作喺全套裏邊，女仔嚟講應該差唔多係最難嘅一個動作啦。係啊，今日阮浩然出賽嘅5套動作當中呢，難度係數係最大嘅就係呢一套207C啦。而家到第3套動作開始呢，想問下鍾指導啦，啲運動員呢就開始選取一啲即係比較難度係數大啲嘅動作，開始拉開個分數啦，希望係嘛？係。江遠傾就嚟自上海嘅選手，305C，呢個難度係數2.8啫，呢個動作。但係如果跳得靚嘅話，話唔定可以刀仔鋸大樹呢。啊，咁的確係。但係年輕運動員可能都係差少少經驗啊。動作入水都係有少少角度，唔直啦，所以個水花就擠得比較厲害㗎嚇。係。47.6分啊！呢套動作總分係191。咁跟住嚟到呢，我哋廣東選手呢就黃偉瑩啊。佢呢個動作呢就407C，向內翻騰3周半抱膝，難度係數就係3.2嘅。呢個呢係6243D 嚇，6243D 3.2難度係數。臂立向後翻騰2周轉體1周半，都可以啊，完成得。我哋聽到裁判都俾到7.5分，證明都係比較認可佢嘅動作嘅。係。黃偉瑩今日當中呢有3套動作嘅難度係數係3.2嘅，咁就難度係數最低嘅都去到3.0嘅，68.80分啦，216分啦總分。係比較有個穩定嘅水平啊！係啦，即刻俾翻佢睇錄像啊！即係有咩嗱，你自己睇翻咁啊，要修正嘅你自己知啦咁啊。湖北嘅選手馮君華，難度係數2.8嘅啲動作啊，咁就係305C嘅。反身翻騰就係2周半呢，就係抱膝。比較高質量一個動作啊，從起跳到打開到入水都好乾淨利落。而呢種質量就有機會啦，好似北京隊嗰個就會贏到佢啦，用呢個動作。得分係58.80分，總分係184。呢位係嚟自江蘇選手劉君希啊！呢個動作係305C，反身翻騰2周半抱膝，難度係數2.8。哇，都好靚啊！都幾險喎，叫落水嘅時候。啱啱好啊！啱啱好嘅啫喎。喺佢呢個年齡做出呢個高質量動作已經好不容易㗎啦。水花都揀得幾靚啊！得分係64.40分，總分係177.30。
孟澤瑞江蘇選手207C， 向後翻騰3周半，補失。哎呀，呢個起跳高度差啲啊，所以未完成動作就已經入到水裏邊啦。所以難度動作都唔係咁容易完成嘅。係啊，呢套動作咧喺佢今日出賽嘅5套動作當中，難度係賽最高嘅。吳宇萌，北京嘅選手207C， 向後翻騰3周半抱膝，難度係數3.3。啱啱好完成，勉強完成咗呢個動作，所以個水花方面唔係十分之靚。但係對於一個高難度動作嚟講，都算可以㗎啦。67.65分嘅得分，總分係202。呢位係616廣西嘅選手，跟住翻騰3周半抱膝。呢個算係大失誤啊！可能呢，佢對呢個動作可能係新動作、新學識嘅動作，所以對各方面啊、新場館啊各方面，佢可能掌握得唔係咁好啊。28.50分啊，咁啊總分係98.90分。好嘢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嘢係。總之我覺得啱先呢套動作佢嘅整體完成度點樣？比較平穩啊，比較穩定。我哋廣東選手仲係比較拿得住嘅。係，而且係家門口作戰啊！呢一次作為又係我哋廣州籍嘅隊員啊，特別爭氣嚇。你睇佢表情72分啊，咁啊總分係208分。即刻睇翻自己嘅動作回放。係，因為有時候咧，我哋運動員同埋實際上嘅感覺、本體感覺係有少少差別嘅。係。好啦，咁啊，陝西選手崔家溪咧出賽6243D， 臂立向後翻騰2周，轉體1周，轉體1周半添啊！難度係數3.2。係嘅，都係入水方面冇處理好啦，所以我哋睇到佢嘅水花係有少少欠缺嘅。得分係56分，總分係203.3。因為我哋呢個臂立動作係主要係用手腰部力量。黃允涵嚟自陝西嘅407C， 向內翻騰3周半抱膝，難度係數係3.2。都係非常之靚㗎呢個動作。所以話陝西呢兩位選手嘅實力真係好強。係，應該都有一個非常之高嘅評分啦。係啊，呢套動作咧，第3套咧就黃允涵咧就稍為完成得好過崔家溪。第2套動作就崔家溪好，係。佢兩個可以互補，一個差少少，另一個又上翻嚟。
但係團體嘅總分應該係相加嘅。冇錯啦，就喺互補嘛，72分啊，咁啊總分係184。跟住咧，呢一位係嚟自湖北嘅選手何丁毅兄，305C 啊，反身翻騰2周半抱膝，難度係數2.8嘅。都好靚啊！係啊，相當老道啊！佢嘅臨場嘅發揮。起跳有少少欠缺，裁判可能喺上面扣到少少分。即係佢呢個起跳嘅高度。係啦。但係其實呢個又係一個雙刃劍嚟㗎，有時起跳呢下，如果嗰個動作個力度拿捏唔住咧，又到後邊嘅轉體以及打開咧，會造成不利嘅影響。都唔係嘅，我哋都盡量會同佢哋講要起跳高啲，咁多啲空間去完成佢嘅動作。姜月涵嚟自上海嘅，咁就305C啦，反身翻騰2周半抱膝，難度係數2.8嘅。呢個打開就開早咗啦，失誤比較大。大家睇佢2周就已經打開啦，呢個係一個2周半嘅動作。教練都覺得係有啲可惜啊，表情啊，32.20分啊，總分係165分。呢位嚟自廣西嘅選手陳其賢，5251B， 向後翻騰2周半轉體半周屈體，咁啊難度係數係2.6。呢個動作佢可能冇咩自信啊！大家睇到佢企台都比較耐啊，有少少近啊，屬於危險動作啊！39分啊！呢套動作總分係133.40。跟住出場嘅呢就係嚟自四川嘅選手盧偉，626C， 臂立向後翻騰3周抱膝，難度係數係3.3。比較靚啊！呢個動作都，而且呢個都係一個高難度動作喎，3.3難度喎。係啊，所以佢得到嘅總分就比較高啦。盧偉呢位選手呢，今日有2套動作係3.3嘅難度係數啊。除咗呢套之外呢，一家第4套呢207C同樣都係一套高難度嘅動作嚟嘅。佢就留前鬥後啊！呢位選手嘅戰術。咁高難度動作得分就會拉開啦。係啦，佢從第3套動作開始就3.3難度係數，跟住又係3.3下一套，最尾嗰套係3.2難度係數，所以咧連續3套高難度嘅動作啊！盧偉呢就係228分呢，就係高居第1啊！咁啊，我哋講到個黃偉賢係第2，216.10分啦，謝佩玲呢亦都係第3，208分。